先帮我点个水煮鱼，小龙虾吧。哎，小天儿喜欢吃那个毛豆，给他来个毛豆花生拼盘，拼一盘。现在你吃什么？吃什么呀？破地方一点信号都没有，咱们直播都播不了了。好啦，能找个睡觉地就不错了，知足吧。你要求也太低了吧？剩下大小姐就将就一下。再点俩吧，再点俩。西红柿炒鸡蛋。行，哎，这好。哎，吃上了。怎么着？刚才我听着这个底下吵吵闹闹的，怎么打起来了？消消气儿，你们年轻人出来不就为了玩啊、开心什么的？这样好不好？我真的跟你们一见啊，就有一种特别好的亲切感。今天啊，我让我兄弟马上去买酒，咱一块儿吃点喝点，怎么样？不是我在这说了不算数。那个初总，行啊，那就坐下来一起吃吧。你赶紧去买酒。那行吧，行吧，喝点。一个人喝点，咱一定喝点。好嘞。这位兄弟做什么生意的？嗨，瞎忙，帮老板跑跑腿啊，收账什么的。收账。看来小时候啊，也够调皮的吧？哥，我跟你说啊，我会气功。真的？没有，开玩笑。大哥在哪里高就啊？一样，都是替别人做生意。我也是跑跑腿儿，现在生意不太好做。我们这以前就买设备什么的，不像你们这么清闲啊，年轻，这还出去旅游什么的。这两位美女，只有这么身手好的小帅哥陪着你们，这一路安全感是没问题了吧？帅哥是保护他女朋友的，不关我的事。夏夏，你有我们俩呢。就是。哦，我明白了，就是你们俩是一对儿郎才女貌啊，这啊。大哥，哎，包总，我把这个下来。老板，快点。皮的，白的呢。这不是明天的还要早走吗？少喝点呗。咱来点皮的啊！来。哥，这地方信号不好，他们跟外边交流也不方便。咱们要不要在这儿就把他们给做了？再等等。来，干一杯。哎，兄弟，我单敬你一个。我听我大哥说，你身手不错呀，挺能打的是吧？想问什么呀？打架那也是一门技能，知道吗？打架还能是技能？小天不光会打架，会的东西可多了。这一路来，帮我们解决了不少问题。社会天是吧？社会天有了，来，社会天。哎呀，我昨天呢也跟楚总说了，我的最大愿望就是到香格里拉。其实我跟你讲，我特别喜欢旅游，可是每次一想出去旅游都准备好了，这中间就老有事儿就给耽误了。这次我觉着，我是不是能够说定了，没问题。顺风车，不是说好了吗？那个大哥，我觉得你跟着我们一起出去旅行啊。对了，你看我们都是年轻人，有活力啊。对。最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呢？是我们这次旅行全程直播，是吧？现在在网上点击率可高。我知道这个，我知道网友在看啊。来，我们一起来。我来算了，不要，我们俩不行，不上镜，不像你们这些小鲜肉的，这是美女的，这不行。喂，你这没网啊？傻呀，刚不是说了没信号吗？哦，这拿老同志开玩笑了。没有，哪敢着？朱总，那咱可说定了这事儿啊。说定了，没问题。好嘞。来。油钱？什么？油钱是吧？哎呦，从这儿开始到香格里拉的所有的油钱，我们付了。真的哥啊？那敬你一个。别敬我，咱们一块儿吧，旅途愉快，来，好不好？愉快来啊！大家旅途愉快，来。哎，谢谢哥的啤酒啊。哎，这菜的味道还真不错，真的。
老板，我打个电话。大长途啊，长途5块钱一次。啊。只能打5块的啊。不能多打的啊。就打1分钟。我马上就回来。今儿早点睡，明天一上路，找机会把这5人全给做了。做了？咱不是说好是绑吗？一不做二不休，做了他们，把车牌子一换，咱俩远走高飞。 5条人命，这可是大案啊，哥！干他娘的！ 给我200钱啊！上车吧。你们大家告诉我，他到底是干什么的？啊，告诉我！他就是个讨债的，外家混混。 社会天，混社会的。错！错！错！错了！他就是个骗子，他是个警察！ 怎么了？那个昨天晚上喝多了，有点头疼，拿点药。哦，你就在箱里，你自己拿一下啊。嗯。
阿培，药拿完了，我先回去了。哦，你记得下楼吃早餐啊。慢点啊。昨天晚上大家酒喝多了吧？喝点粥吧，对胃好。我来帮忙。这糕好吃。哎呀，有男朋友就是好啊！哎，不行，我还得自己来。不用，我们帮你。谢谢。没事。你的买是这个。别说没人对你好啊，来2碗啊。谢谢天哥。早，各位。起来了，哥。早。早上那酒怎么样？喝的还舒服吧？头晕难受。是吧？各位小伙伴们，吃完饭咱就赶紧出发吧。赶紧吃，吃完了赶紧出发。好嘞，楚总。对，超甜。哎，你别光吃干的，喝口稀的。我已经把我的唯一的一份贡献给剩下了，我对你好吧？大爷，走了啊！好，兄弟们一路收工。好嘞。走吧。走，不到齐了吧？到了地方请你们吃好吃的啊！真的？你又给人许愿，你行不行啊？你这。到了地儿我们请。哎，怎么回事？不知道，可能老毛病又犯了吧。是不是保养的时候你又省钱偷工减料了 ？boss， 天地良心，这么重要的事我敢糊？下去看看呀。哎，你先别动。哎，再打下我听听。再打一下。行了，小毛病。把机盖打开。哎，会修车？不知道。我不让你打，别打啊！我先看看。哎，好嘞。这车的年龄估计比你们车上人岁数都大。别动啊！先别打，打就电着我了。高手，看看再说。哎，试一下来。行了。哎，哟，哎，可以呀。好嘞。咱们这团队真是人才越来越多了啊 ，boss。有一手。来，给我点纸来。哎，我走吧，走吧。走。哟，等等，我这肚子不舒服，对不起各位，等我一下啊。不是，我得赶紧去一趟。是吧？我这肚子也不是，这 boss 你等会儿我。这我也有点不舒服，我也想去休息。这传染呢？我也去。不行，我真得去一趟。哎，你说我也有一样。这肚子，咱们肯定是吃坏了。你有纸吗 ，boss？你这？哎，有啊。哎，那个什么，楚总，真受不了了，要不然今天休整1天吧。对，这个状态咱们是走不了了。你状态不错，你去通知一下大家。我去一趟。我也去。别说没人对你好啊，来2碗啊。我唯一的一份粥已经贡献给剩下了。我状态不错。哎呀，
对呀，大哥，你说会不会是有人在捣鬼啊？姓金这小子一定有问题，别装懵了，今儿晚上就干。老板，药给你放这儿，快点吃了吧。知道了，他们都吃了吧？丽丽和盛夏都拿走了，小天还没找我呢。哎，你好点没？你别装了，我知道是你，什么就是我？是你给大家早饭里动了手脚，对不对？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。不知道我在说什么。我刚刚去阿培的房间里拿止泻药，可是我发现通便的药少了一半。阿培说只有你去拿过药，不是你是谁？但这并不能证明这就是我做的，是吧？你想让我现在在你房间里搜证据吗？不。OK， 我跟你说实话，但是你必须要替我保密。那我得看你说的是不是实话了。你不觉得那两个做推销的男的有点问题吗？你是说那两个想搭我们车的人？我看着他们俩的眼神也不太舒服。有问题我们躲着他们就好了。你为什么要给大家的饭里下药呢？不是，你身边有没有吸毒的朋友？你开什么玩笑？我身边怎么可能有吸毒的人？小声点啊！是这样子，我以前在外面玩的时候呢，经常接触这种人。以我的判断，我敢肯定这俩人一定是道友。什么意思啊？就这俩人一定是吸毒的。你怎么知道的？吸毒只是表面，万一他们贩卖人口、贩卖器官的，是不是那种这么危险？你想想看，他们俩为什么就盯上我们要坐我们的车去云南？这荒郊野岭碰到这俩人，我觉得他们肯定有什么企图，对吧？那还等什么呀？我们赶紧背着他们连夜走了。不行，我们一走，他们不就发现吗？他们肯定在盯着我们，对不对？因此要做的第一步是先稳住他俩，所以我才往稀饭里边放点药，想把大家先稳下来，起码不用在一个车厢里边。那怎么办啊？我觉得啊，第一先稳住他们，第二我们得想办法联系到外界。怎么联系？连信号都没有。是，那就去找信号啊。哦，这么可怕啊！冯队，你吃点东西吧，你一天都没吃饭了。啊，哎，小天电话打通了吗？没有，一直没有联系上。你那边找到信号没有？还是没有，怎么办啊？我这边也没找到。你帮我去里边看看，你先在这儿。好，我再找找。
哎，冯队，你看季小天打来的。喂，小天儿，你怎么回事啊？联络怎么能断呢？不是我这边信号不好，老弟，你那个发给我的照片什么意思？这是刚刚接到的协查报告。我怀疑这两个嫌疑人现在就应该在你所在的区域里。不好意思，我已经见过他俩。什么情况？他们两人现在跟我住在同一家小旅店里边，还要求我们带他们一起前往云南。我现在把他们拖延住了，但我估计也撑不了多久。考虑你现在有别的任务在身，你先不要跟他们有正面的接触。我马上联系当地公安局的同志前往协助。小天儿，不管发生什么情况，联络必须给我保持，知道吗？喂，小天儿，你怎么了？不是，我这边有情况，先不跟你说了。喂，你那边什么情况？大哥，行动时间。一个房间一个房间来。好。别试了，动静太大了。看到了吧？我们真的被他们盯上了。那怎么办？要我看，咱们行李也别要了，找个最近的派出所报警吧。这旁边太荒凉了，我们也没地方跑，而且我怀疑那两个人身上有武器。啊？要我说，你们4个就给我带在车上，我先下去看看。哎，你一个人，注意安全。小强，别跟他们正面冲突。小心！我这1对2太危险了吧？大哥，他们人都到哪儿去了？能跑哪儿呢？车我做手脚了，开不走了。要扫我！说听我说，别说话。马上逃到我的房车上面去，然后告诉他们谁也别下来，听到没有？我要是怎么办？大哥，他们都在房车里呢。啊，钥匙呢？什么？帮你锁门的，帮你锁门。他是啥意思？
看起来穷凶极恶的，金小天一个人肯定不行。别等了，咱们报警吧。报警！没信号啊！你们在这待着，我去报警。哎，不行不行，太危你险！去太危险了，我去。谁呀？老板。老板，好可怕呀！好可怕！那他们要杀了我，杀了我！你们那个朋友已经给他们打起来了。打起来了？不等了，我去报警。哎，丽丽，小心点！阿飞，咱们下山跟他们拼了！哎，不能去！你们朋友叫我千万你们不能去，他们已经把门锁起来了。师傅，能不能帮个忙？我想去报警，能带我去派出所吗？好，谢谢。这次的任务，也有接到上海那边兄弟单位的指示，混在旅馆的旅客里面有一个我们的人，但他有卧底任务，身份不能暴露。我们现在要迅速赶去旅店。是，出发。丽丽，你们终于来了。怎么样了？常同志，什么情况？我们的人就在里面关着呢，赶紧进去救人吧。你们在这待着，这交给我们。好，行动。放心吧，小天不会有事的。金小天，小天，你没事吧？没事吧？没事。受伤了吗？你这朋友是练散打的吧？身手不错。就他这身板，你怎么成这样啊？主要多谢谢我们警察同事。同志，你哪个单位的？回头我给你写表扬信。我没有单位。哦，自由职业者，不错。行，我们先归队处理，回头有什么事情啊再联系你们。好，谢谢警察同志。谢谢警察叔叔。各位，小天，你真的没受伤吗？没事儿。干嘛？没看出来啊，你这么能打，你到底是干什么的？我说我是钢铁侠，你信？我没跟你闹，你说吧，你从一开始跟着我是不是就有目的？我向你保证，好不好？无论发生任何事情，我都不会害你。你信不信？跟我保证？你每天这么神神秘秘的，我怎么能相信你啊？谁跟你阿公？
行，看在你见义勇为的份上，信你一次。哎，马到。你是谁？自我介绍一下，我叫金小天。我数3个数，1、2、3，来。怕什么？有我在你旁边，我死你都死不了，好吧？我就是你的护身符。打起精神。boss，我这一起来头就疼，感觉昨天晚上被什么打了一顿似的。你还说呢？昨天拉了一天，我到现在都浑身无力。会不会是咱们昨天晚上住那个小旅馆甲醛超标啊？哎，有可能啊。好好开车。哦。boss，要不要来点音乐？好。哎。
邓老板您好，我现在跟您汇报一下我这个项目的具体情况。自从我们这次旅行开始直播以来，已经拥有了30多万的用户，活跃用户达到了10万左右， VIP 用户达到3万左右，而且目前还有进一步提高的趋势，所以我对我这个项目非常有信心的。数据看起来是不错，但后台要持续产生实际交易才能盈利，这步你怎么打算的？我是想植入 O2O 的模式，就是利用电商平台和当地的旅游供应商进行合作，也就是说将线上和线下做一个紧密的结合。我这边收购了几家旅行产品供应商，如果投资入股，希望能做一个深度捆绑。没问题，我们可以为您单独设计一个旅游产品的专区，在这个专区里面来展示您的产品。好的，我这边再开会讨论一下。行，邓老板，那我就等您的消息了。好，那今天就先到这儿吧。再见，拜拜。boss， 你觉得这邓老板能给咱投资吗？咱这钱可撑不了多久。我刚才已经跟他详细讲了我的商业运作模式，我觉得没问题，咱们就等等吧。咱这人吃马喂的，还有过路费、过桥费，还有住宿费，包括咱后台平台的那些费用，等不了啊。行了，我知道，这些问题交给我吧。现在最重要的是团队的凝聚力。他们还等着我们吃饭呢，快！好香啊！菜好了，谢谢。慢用，请。各位先别吃，吃饭前我说2句啊。刚才我跟我的投资人开了个视频会议，给我的反馈是咱们这次的浪漫之旅数据非常好，网友非常支持，投资方很有信心，这都是大家共同努力的结果。我先敬大家。对了，那个投资方邓总对咱们这项目非常感兴趣，正在开会研究给咱们注资的事儿呢。是啊，所以我们千万不要半途而废。我相信，只要我们齐心协力，一定会克服难关。凯文，我相信你一定有这个领导能力。我也相信楚哥哥。我也相信你，开动。小片儿，你说这句话不容易啊。那既然这样，我承诺，这次旅行结束，我的公司步入正轨，我给大家补2倍的酬劳。